亞洲電視，香港良心。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伍儀婷，我係李卓敏。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要全面配合，做好使到我哋香港咧能夠一個所有服務都能夠冇更改冇改變，而且呢一個工作係無縫交接嘅。曾蔭權話會配合下屆政府改組政府架構，成為5司14局。新政府上任之前，抑或係之後先至改組，民建聯同民主黨有唔同意見。幫助梁振英競選特首嘅羅范椒芬獲委任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詳細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曾蔭權話，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建議將政府架構改組成5司14局，現屆政府會全力配合。係咁，曾蔭權又話啦，有信心梁振英能夠充分向市民同立法會解釋改組嘅意念，取得支持。汪威宇報導。行政長官曾蔭權話：上個週末佢外訪期間，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將現屆政府嘅3司12局改組為5司14局。候任特首同呢一個處理行政長官商討之後，講出呢一個重組嘅大綱。我今次餘下任期裏邊一個重要嘅工作，就要喺同呢一個候任特首要全面配合。做好使到我哋香港咧能夠一個所有服務都能夠冇更改冇改變，而且呢一個工作係無縫交接嘅。下屆政府嘅架構主要係喺目前嘅政務司司長同財政司司長以下各自增設1名副司長，另外又將現時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分為2，變成資訊及科技局以及工商及旅遊局，再另加一個文化局，形成5司14局。曾蔭權話：有關改組需要報請中央，同埋通過立法會同行政會議。現屆政府會喺程序上配合，爭取7月1日下屆政府開展工作之前完成。但曾蔭權話：遊說工作要由梁振英嘅團隊負責。我就當然咧就唔會適合，但係我同埋我主要官員一樣咧，能呢啲建議內容同埋背後嘅理念作出任何嘅評論啦。我好有信心咧，候任行政長官同埋佢嘅政治委任嘅官員咧，能夠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充分向市民啦、向傳媒啦，同埋向立法會同埋行政會議員咧解釋嘅背後嘅理念。曾蔭權話會繼續同梁振英接觸，確保雙方完善交接，面向市民。亞洲電視記者黃慧如報導。下屆政府架構大變身，民建聯認為改組工作應該喺新政府上任前完成，有需要時會提出加密立法會嘅會期討論。但民主黨就認為無需急於喺7月1號前完成改組。施樂秋報導。由3司12局改組成5司14局，涉及修例並且要通過行政會議同埋立法會，亦都要尋求撥款以及報請中央。要喺新政府上任之前嘅2個幾月之內完成咁多程序，時間相當緊迫。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希望政府盡快提交有關建議。佢唔估計會唔會喺7月1號之前獲得立法會通過，但係就話必要嘅時候可以加密會議。如果遇到有需要嘅時候，咁咪可以加密啲會期嘅嚇。咁當然大家都明白咧，7月1號呢就係新一屆政府嘅成立。如果能夠喺新一屆特區政府喺新一屆特區政府開始運作嘅時候咧，能夠做好晒呢啲架構咧，呢個我哋覺得都係重要嘅嚇。咁樣嗰個交接工作咧就會更加順利一啲啦。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就認為改組政府架構唔簡單，加上時間倉促，政府有需要盡快提交建議。立法會係應該會有機會作出討論，究竟呢個咁樣嘅局嘅設立咧係咪一個恰當嘅？另外咧就係就算立法會同意都好啦，我哋都要經過一個程序啦，係要俾通知，然後咧就係要去財委會。即係等等有一系列嘅程序係需要做㗎。不過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就認為無需急於喺7月1號之前落實改組。咁佢亦都係同時係需要咧係有官員嚟到立法會解釋。目前係冇人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因為梁振英未上任，佢唔應該以一個後任嘅身份嚟到立法會嚟到做，即係為下一屆嘅政府嚟到做事嘅。
依家未人係佢就職嘅時候。咁咧就現時曾蔭權嘅團隊咧，亦都冇責任為佢推銷。而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下星期5嘅會議就會討論係咪成立一個小組，配合兩屆政府嘅過渡安排。亞洲電視記者施樂秋報導。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認為5C14局唔一定能夠提升政府嘅管治，最重要嘅係有冇人才去出任呢一啲職位。咁強調梁振英應該加強官員嘅問責。歐志良報導。政府架構大改組可唔可以提升政府嘅管治呢？王永平認為今屆政府出現問題並唔係因為人手唔夠，而係面對問題唔去處理。即使增加問責官員嘅人數，亦都唔一定能夠提升政府嘅管治能力。人數多咗呢，就係一定係要視乎係咪真係揾到非常之係合適嘅人才做，同埋呢係下屆政府呢應該要全面檢討點解問責制冇咗問責呢兩個字呢？咁樣，譬如話兩個副司長呢，佢嗰個工作範疇應該係清清楚楚，係有自己嘅係問責性，唔好呢係將來呢就互相推卸，有啲推俾司長，有啲係推俾局長。現時距離7月1號只係有2個幾月，有學者認為下屆政府連新班子都未定，要喺咁短嘅時間之內通過新嘅行政架構，有一定困難。咁得唔得咧？咁樣我相信咧就會比較困難嚇。咁因為有咗呢啲司局長同埋新嘅政策局之後咧，仲有好多常任公務員，譬如話常任秘書長啊、副秘書長等等嘅配套嘅安排。除非即係呢1-2個禮拜之內咧，阿梁生起碼能夠組成佢嘅3C 嘅班子。最低限度啦嚇，咁樣就幾位最高層嘅官員咧，連同即係後任特首阿梁生一齊開會，盡快有個決定啦嚇。除非係咁樣，咁但係1-2個禮拜之內3C嘅人選係咪能夠到位咧？咁樣，咁我諗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佢又認為，如果新架構未能夠喺今屆立法會完結之前通過，可能會影響新政府嘅管治。亞洲電視記者歐志良報道。另外，立法會尋日否決對曾蔭權嘅不信任動議。曾蔭權回應時話：會謹記議員嘅意見。議員所提出嘅一切嘅意見，我都會虛心咁聆聽，亦都會牢牢謹記，以鞭策我自己做好餘下嘅任期嘅工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另外，20名泛民議員聯署支持以議員議案形式啟動彈劾曾蔭權，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調查瀆職行為同提交報告。咁對於有議員啟動彈劾程序，曾蔭權話尊重立法會議員嘅權利同意見，但希望可以俾佢充分時間做好餘下任期嘅工作。曾經協助梁振英競選特首嘅羅范椒芬獲委任為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任期由即日起去到今年嘅6月底。羅文哲報導。羅范椒芬由即日起擔任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任期2個幾月，負責督導辦公室各方面嘅工作，以及聯繫政團同社會各界。羅范椒芬話：原本計劃出外旅遊，但因為新一屆政府重組架構同2屆政府順利交接好重要，佢要幫手。1975年加入政府嘅羅范椒芬，97年董建華當選行政長官嘅時候，做過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回歸後做過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及廉政專員，而家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梁振英當選後，羅范椒芬曾經話：為免對梁振英嘅執政有負面影響，唔會加入下屆政府工作。我亦都唔想有一啲即係不懷好意嘅人一直攞我嚟去攻擊梁先生。即係你唔會做官啦嚇，咁會唔會入行會呢？呢啲我覺得你哋都好多揣測啦。如果我係能夠關心啊，因為嗱，如果我能夠係做到任何嘢，係能夠讓即係團結民間支持到政府，能夠將中央同香港有好多大家嘅誤解啊等等，能夠消除幫到，我覺得係絕對願意做嘅。但佢當時冇排除加入行政會議嘅可能性。亞洲電視記者樂文哲報道。陣間翻嚟會報道。
市區重建局批出舊樓業主申請重建3個項目，涉及近300單位。中國同菲律賓艦隻繼續喺南海對峙，解放軍艦隊就舉行演練。